如果仲未諗到端午節有咩節目，一定唔好錯過係南方最激動人心、最超高標準嘅，係啦，龍舟比賽。今次國際龍舟比賽舉辦地點係嚟到維港，可能你會擔心海浪裏邊點賽龍舟啊？其實當然都有考慮過㗎啦，有大船呢將比賽場地嚟圈起，咁就可以減少海浪影響，都可以試下同人群一齊為佢哋助威。3號，鼓聲喧天，你估一下邊一隊可以攞到最終嘅季軍呢？其實我屋企呢個位係近起點多啲，如果過到終點嗰邊有更加激情嘅現場播報，不如俾少少片段你哋試下 feel 唔 feel 得到嗰一陣熱浪呢？港資實力非常之高嘅菲律賓隊啊，3線嘅菲律賓大學龍舟隊，仲有6線嘅菲律賓龍舟總隊。2號艇係我哋香港西班牙人龍舟隊。The Spanish Dragons Hong Kong